我们相信法律体系。珠帘直勾勾地看着我，一定是我的五条的。话剧初步举证，讲述一位曾替性侵嫌疑人辩护的精英女律师泰莎遭到了男同事的性侵，经历痛苦与反思的故事。其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是泰莎刚刚遭受侵害。但他死死地按住了我的双手，然后他死死地按住了我的双手，然后他进入我的手。把那个红的那条线慢慢的放进去，然后让它前后的这样的移动和掃描，逆光从后头强化一下。对，冷一点的这种。导演呢，就是想要一种很强烈的舞台视觉来表现他这一段的这种，就是跟他人生的一个完全的剥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演员的表情还重要吗？他还要去表现他的那种纠結啊，或者是痛苦的表情吗？特別偶然的發現，強烈的逆光能夠把他的這個影子投射到這個水幕上。地下的逆光把他的身體打出了剪影，同時水霧下來以後呢，他的影子也出現了。你突然感覺他靈魂出竅。我扭動着身體像個鬼記得。